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原来准节台语安尼写准节，华语的节日台语讲准节，俗语讲大步由天，小步由人，你爱较欠力，开钱爱有准节，无哦，要存钱是真学哦。啊，做人做事要有分寸，台语讲站节。你嘛较有站节的，安尼天天水，拢无要去找头路，恁某囝是要嫁人饲俗。准节的节，节力，量力而为。你家己爱节力，唔通无毛加加大加，硬甲人因舌头，甲时阵做袂到，就闹亏。赞美，有的地头讲赞美。新北市三重埔有一个老中医真厉害，只要讲节一个妹，迄镜头拢讲甲对。过来短裤、热裤，台语讲短裤节啦。天气真热，查某孙仔穿短裤节啦，尻川肉看hen。阿嬷骂讲无一个查囡仔款。今仔日的台语字准节实在真趣味。